号字，麦克风3号，麦克风3号。你可以小号吗？你试一下3号。喂，有。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真寒的天气，咱来到教会敬拜。虽然外口真寒，不过咱的内心真火热。咱来吟诗学了上帝，咱来串联信息51首，幸哉幸哉幸哉。51来，幸哉幸哉。 请咱掀开信息456首，信息456首。这首咱嘛真熟吼。 信息到这，请咱闭慢心来做今仔日的敬拜。
上帝是阮多险的所在甲困难，也是患难中结识的帮衬。恁着定定，知我是上帝，我要伫列邦中做官大，受尊最大。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雅各的上帝做阮的官台。吟诗圣诗第51首，圣诗第51首，圣哉圣哉圣哉，请会众起立。这时，咱做伙来共读新的诫命，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会众请坐。启应文第3篇，启应文第3篇。这是对圣诗第8篇来的，我来刻，请大家来译。耶和华，阮的主啊，你将你的荣光摆设伫天里，对鞋仔甲食冷鞋的喙建立能力。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世间人是啥物，你少念伊。你予伊比天使梨仔较殊。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就是一切的羊甲牛，天中的鸟，耶和华，阮的主啊！祈祷，同心祈祷。
亲爱的天父，你的同在是阮生命中上宝贵的恩典，你的引带是阮向前行的力量。无论阮面对什么款环境，求你赐阮灵敏的心，会清楚明白你的旨意。亲像以色列人仰望云条甲火条的时阵，愿阮的心也时时刻刻倚靠你，袂偏离你的道路。主啊，阮承认阮的有限，常常惊吓甲迷惘，但是你的同在是阮的保证。无论阮是行路也是停歇的时阵，求你赐阮信心甲耐心，互阮完全相信你的时间甲安排。愿你的恩条也看阮，互阮得到平安。愿你的火条光照阮，带阮行伫正直的路。主啊，求你帮助阮学习像以色列人共款，全然顺服。无论你的带领是一天、一个月，也是搁较久，阮拢总愿意安静听候，因为阮知影你的计划比阮的计划搁较大，你的道路比阮的道路搁较好。亲爱的主，你是迄位永远袂离开、袂放弃阮的上帝。阮的性命时时刻刻以你为中心，跟对你的脚步，做你荣耀的见证。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乌老献歌队所要献的诗歌是因为有主的同在。
圣经强读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是伫咧民数记第9章15节到23节。民数记第9章15节到23节。伫周报的后壁面嘛有今仔日的经文，咱做阵来看。去会幕迄日，有魂食伫伊的会幕，就是正旧的步兵，对下昏到早起，有亲像火的款式，嵌伫会幕。常常是安尼，魂食伊，眠时亲像火的款式，魂对步边手上去，以色列人就起身，魂停的所在，以色列人就知影伫遐。以色列人照耶和华的命令起身，也照耶和华的命令安营。魂停伫会幕顶的时，因犹原安然伫遐。魂伫会幕顶停坐日，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交代的无起身。有时魂伫会幕顶几若日，因照耶和华的命令犹原安营伫遐。也照耶和华的命令起身，有时魂也伫对下昏到早起，早起时魂手上去，因就起身；无论日时、暝时，魂手上去，因就起身。魂停伫会幕，无论是2日、是1个日、是1年，以色列人犹原安营伫遐，无起身。总是魂手上去，因就起身，因趁耶和华的命令安营，也趁耶和华的命令起身，因守耶和华所交代的，拢照耶和华托摩西所命令的。讲道伊个牧师讲道的题目是同在的记号。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阮的心是遮尔渴慕你的魂跳甲火跳，常常甲阮伫咧，引导阮每一个人人生头前的路站。愿你今仔日透过民数记，对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搁一遍来讲话，其中有安慰、扶持甲帮赞。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今仔日这段经文会使讲是民数记上精彩，也是充满盼望的故事。以色列人开始要行向上帝所应允的迦南地，只是因所倚靠的，毋是现在上厉害 AI 人工智慧的带领，也毋是要靠有军队武器。做因的帮赞，因靠是要哪看魂来做代志。魂是要向前，还是魂是停的？魂正做因引带未来头前的迄个力量啊！魂是上帝甲因同在的记号。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第15节到17节，咱搁读一遍，那大家对这个会较清楚。来，请。去会幕迄日，为魂也伫因的会幕，就是正旧的布边，对下昏到早起，有亲像火的款式，嵌伫会幕，常常是安尼。魂也伫因，每时亲像火的款式，魂对布边想出去，以色列人就起身，魂停的所在。以色列人就怎样停伫遐？万军灵的上帝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当咱咧读故事的时阵，咱才知影，这是一件无可能发生的代志。对人的角度，以色列人离埃及已经做路了430冬。埃及的国家可能无输什么现在美国。但是上帝既然透过法老王伊的心定，干了做的星耀，互以色列百姓看见，
要带领因出埃及的上帝是甚物款的上帝？上帝20个灾害，杀了埃及人所有头生的囝，却搬过以色列人的躯体，躯体啊！咱有人讲吼，咱即摆过年吼啊，红色的门帘啊，好像那个逾越节哈，那个抹那个哈，那个红的哈，搬过以色列人的躯体，这就是上帝设立的搬过节。上帝要以色列百姓永远记得这天。这天是甚物？这天是因性命当心受到救赎的日子。因为这天上帝要将以色列百姓带离开埃及，要进入一个专心的所在。迄个所在啦，以色列百姓无人知。如今咱每一个基督徒嘛是上帝因家己的囝耶稣基督的血来救赎。我毋知影，当你想这个时阵，你的心会感受是怎样？上帝是用伊的囝的血，要带离咱离开这个世间对咱的控制甲奴隶。咱反正是互这个世界所奴隶的，陪伴咱伫各项方面分配罪行。准备要进入上帝国。今日经文的背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来到西奈山区，真紧1年的时间过去啊。上帝爱阁互因一遍守搬过节，记录上帝对因的救赎。回想因对出埃及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一群人来到西奈山骹。上帝透过摩西对以色列人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代志。摩西来读，伫出埃及19章第40到第60。我对埃及人所行的事，恁拢看见，佮看见我怎样亲像鹰鸟的翅陪恁，带恁来归伫我。第50讲，当恁就实在听叹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伫你国中。恁要做我家己宝贝的产业，因为全地拢是我的。第60讲，恁要归伫我，做祭司的国，做圣洁的百姓。对上帝来讲，竞选毋是一件凊彩的代志，尤其是要竞选上帝的子民，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代志，是关系咱的性命。咱的性命受救赎，拢是爱有金钱。咱会想，在以色列百姓因离开埃及，死偌侪人，上帝要透过以色列百姓，诚做典范，祝福世间人。所以现在上帝嘛，同款要透过咱现在的基督徒，在座的咱诚做圣洁的国民。诚做祭司，万民全给祭司，咱拢是祭司。要互你咱日常的生活，伫咱的工作中，伫咱的家庭，伫咱的教会，伫咱的社区，为主做见证。以色列人伫西奈山迄1年的中间，上帝对以色列人因有最的陪伴到操练，他们不会无缘无故这边停留1年。但咱过程中间，咱看到在以色列百姓怎样，阿伦带头拜金牛的事件，互上帝原本要生气、要气杀这个以色列百姓。我较救恁出来呢，恁真紧的时间，你就放袂记。然后上帝甲以色列百姓当心来立约，颁布律法，10条诫，吩咐因起做会幕的款式甲敬拜。上帝一步一步对头来训练以色列百姓，诚做上帝的子民啊！1年停留伫西奈山区，对以色列陪伴操练是重要。咱知以色列的大部人，男丁有偌侪人？20岁以上的60万嘛，60万。迄是大部人20岁以上的哦。有学者讲因差不多出埃及有200万人。
这200万人好像就一个军队同款。咱知影好的军队需要哪？备班较操练，较有法度面对对敌对因的攻击。因为真紧的时间，伫第2年2月20，因就要离开西奈山区，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备班操练是非常重要的代志。上帝要透过风条、火条，伫以色列百姓头前带路，要带因进入旷野，上帝应允的所在。上帝应允的所在是老年甲咪的家人的所在，是非常非常因想兴盛、想要去的所在。但是咱也知影，对山区要去应允的所在，要经过旷野。圣经福音书有记载，耶稣受洗了后来旷野受魔鬼40天的试探。旷野是非常特别的所在。咱住伫台湾这个所在，咱无法度想象旷野是什么所在。甲咱即摆都市无共款，甲咱即摆庄脚嘛是无共款，甚至甲咱感觉咱的台湾有真侪丰富的山顶嘛无共款，是一个无适合人住的所在。凡事嘛毋是遮方便，无便利商店，嘛无柑仔店，天气嘛是安尼。早起甲暗时的温差是非常的大。牧师有一年去缅甸宣教，缅甸的山区宣教，因为早起甲暗时迄个温差就真大，你皮肤就真有感受，就是像逼昏去。你就知影旷野搁较大，并且这个旷野因为无人住，所以有真侪走兽伫遐，所以是非常危险的。咱人伫遐要生活非常的困难，就是一款特别容易互人失去自我的所在。可怜，伫旷野的路上，这以色列人开始埋怨。记载伫咱民数记11章第40到第60，无需来读吼。即摆这是新翻译的台语，真趣味。以色列人提口讲，然后肉通食毋通偌好啊，有肉通食毋通偌好啊。阮伫埃及的时阵，食鱼免钱，阁有刺龟、丝龟、韭菜、葱头、蒜头。即摆这翻译拢是咱台湾话你有看咱读较久的迄个白话里的迄个圣经毋是安尼读的咱即摆这读拢有亲像有关系阮已经无怨气啦，因为有玛拉以外，阮拢无物件通食。哇！在以色列百姓非常安尼埋怨上帝14章第20到第40以色列人也埋怨摩西甲亞倫安尼讲，阮宁愿阮死伫埃及甲曠野。上帝，你为什么带阮来遮？害阮互人杀死，阮的某甲阮的囝互人掠去，阮甘愿转去埃及，敢才毋是较好吗？当咱咧听安尼你讲的时阵，毋是你讲在以色列百姓，有时是你讲咱。咱是毋是也常常你埋怨上帝？你哪会无听阮的祈祷？今仔日是农历正月12，咱华人来讲，15进前拢是过年啦，所以咱能够算你过年的时间，新春咱大家拢有新年，拢有新的希望。无一个人愿意咱属灵的性命永远停止一个部分。属灵的生命是不进就会退，一个新的年、新的旅程，互咱充满极大的愿望。在以色列百姓伊嘛是安尼，要出来去，我毋知因有真大的愿望无。咱一个新的旅程，有新的希望，但当无顺咱家己的计划、咱家己的意思的时阵，互咱人有借口来埋怨。埋怨的时阵，咱心中的迄个埃及就走出来。
咱伫迄个心中迄个埃及就走出来。至少伫埃及有鱼通食，有菜通食。埃及诚做咱改变的借口，埃及诚做咱头前的迄个绊脚石。埃及诚做咱甲上帝当心有好好迄个关系，迄个阻挡。咱拢无想到，原本咱伫埃及是做奴隶、受苦毒。咱在座咱应该无一个人是勉强你来信耶稣嘛？应该无人勉强你来信耶稣。但是旷野的过程中间，人性自私的迄面走出来。王阮陪伊，为着今仔日，为着你眼前会要食，还是咱伫生命过程的中间拄着迄个艰苦困苦，咱就袂记过去上帝对咱种种救赎的恩典。如今这个世界好亲像旷野里吞食咱的生命，尤其对咱基督徒的真正特别大。哪做你攻击人心的毒的蛇？迄旷野迄个蛇，毋是拢咱伫迄个山区咱看迄个小只的蛇，迄个是蟒蛇哦。吼，咱伫迄电影看迄个蟒蛇哦，甲迄个迄个蜥蜴、毒蜥、走兽，这物件充满伫咱的教会的中间。是咱教会的危机，毋是伫外口。咱教会上大危机是伫咱家己内底，互咱的信仰常常嘛陷入危险甲试探，直到咱的心常常随波逐流。咱明明知影耶稣是咱唯一的倚靠，明明嘛知影耶稣是为了咱钉伫十字架顶，咱的性命较有法度受救赎。但是咱心中迄个埃及，就是有千种万种的理由啊！咱牵拖，咱有家己的主张，咱会将咱带离上帝愈来愈远。相信大家加减拢有安尼的经历，因为咱拢毋是完全的人，牧师嘛捌安尼。记得以前牧师吼，有一遍去某一间教会讲话讲台，我有分享我的生命的救赎的见证。我对主的感恩，然后我就伫奉献的顶面，我就1/10持续的奉献，到现在。会下有一个因的教会的长老气不不来对我讲，我好像有啥物代志，牧师。你拄则讲迄1/10的奉献，迄是旧约的代志，即摆无人安尼咧做啊。哦，啊，佮讲举一个大牧师的例来甲我讲，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无再争辩。弟姊妹，其实当咱读到新约的时阵，咱较知影新约的规定是更较严格。耶稣嘛讲，当咱看一个人，咱目睭看，咱的心思意念也是许咱就犯罪啊咧。保罗嘛讲，爱将咱的性命当作活祭，完全啦，100%咧，100%献互上帝咧。迄1/10就好亲像啊，好亲像咱讲咱即摆基本工资，为头家吼就是安尼，当咱政府规的基本工资，头家就是给基本工资。不知道那个基本工资其实是下限，1/10的奉献其实是下限，迄是下限。咱大家拢本末倒置，咱是爱100%奉献给上帝。继续，咱来看另外一节经文，第18节到19节。18到19吼，咱来读，咱做伙来读，来请。以色列人照耶和华的命令起身。也照耶和华的命令安营，阮停伫会幕顶的时，因游玩安营伫遐。阮伫会幕顶停侪日，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交代无起身。
伫分条甲火条带领的过程中间，顺服一直是以色列人合适不了的功课。其实这个是一个人性啊，顺服是人性。你听候安爷甲牺牲的过程，互因失去耐心，因意见了了。为什么报平？为什么账目停无几工就要行，造成因真大的无方便？咱会知影哦，因是200万人哦。拄啊安爷伫遐无几工，物件创好的时阵就要行。有人讲，为什么即摆运彩停这么久的时间还毋走？圣经有讲，1个月甚至1年的时间。这无顺服背后的意义，嘛是咱如今基督徒爱面对的问题，就是咱真容易，咱基督徒真容易受这个世界的影响。牧师估一个2月2号拜一，大年初6，去公司行号，本来是大年初5啦，因为大年初5礼拜吼，可能大家人什么做调整。大年初6，各公司行号开工。咱看咱台北市每一个市路，吼，每个市路吼，拢拜拜的人吼，拢每一个公司行号，较早牧师。还未信主进前，还是我咧上班的时阵，嘛是安尼共款，大家拢咧拜拜，真热烈，放鞭炮，热闹滚滚，大家拢要哪发大财，发大财。咱基督徒虽然嘛参与伫中间，但是忽然间，我毋知咱基督徒的兄弟姊妹，咱拄仔有感觉互被隔绝的味道，咱瞬间成为局外人呢。95%的台湾人咧做的代志，咱突然间咱成为局外人。我毋知咱内心有淡薄仔空虚无？牧师拄我进驻的时阵有淡薄仔空虚咧，因为较早我是参因做伙礼拜，带头礼拜。忽然间当我信主的时阵，因知影即摆店长吼已经信耶稣无礼拜啊，吼，我内心嘛淡薄印象，感觉去抗议。啊是看伊咧拜过程的中间，咱看伊嘛过得甲真好。咱需要对咱的信仰安尼坚持吗？咱对信仰安尼坚持咯，咱日子敢嘛无比因有搁较好过。有时即款信仰对咱的互咱的邀约。好亲像咱脚踏2条船，其实是毋是也常常反映伫咱的信仰的过程？好亲像是咱礼拜，今仔日会较寒，牧师嘛知影，应该有人会困过头，吼，还是会较晓吼。咱对礼拜的重视，一直是一个真大的问题。两个牧师无，咱华人无需要人在咧强迫。我一年甲姊妹牧师去韩国，全世界上大迄间教会，因为做礼拜，互阮行一个，为什么？大门一开，大家是从冲的，你敢毋知？惊抢无位空坐啦，抢无位空坐做礼拜。礼拜是一个限制，礼拜是一个限制。我说拜六嘛，拜五嘛是在上年咱的时代讲，咱有备办心无？咱备办心毋是礼拜甲备办，咱礼拜六咱就爱备办。我听因的长辈咧分享，因拜六就爱食，要穿的衫裤准备好，要奉献的钱准备好，因为咱要来朝见上帝。当咱的备办心无够的时阵，咱会亲像。咱你读利未记，我读了，亲像亚伦的2个囡仔，当因无敬畏的上帝，因互上帝杀掉。伫咱礼拜时阵，
咱因时也无准时来到礼拜。为什么咱提早来？咱提早来，苏琴伫咧弹琴的时阵，咱会在安静咱的心，咱就开始咧交替上帝。伫礼拜的中间无够专心，想东想西，甚至有人伫礼拜中也搁咧看手机、玩手机，等等。咱欠缺的顺服、分别罪行，咱敬畏上帝的心无够。因前咱逐摆讲人咧拜拜，但是因会敬畏因的神明的心，是爱咱会使爱来学习的。咱敬畏上帝的心无够，当咱敬畏上帝的心无够，咱服侍搁较侪拢是无采工。即款凊彩的人伫信仰的顶面，伊的内心是真三心两意。伊会好亲像迄个旷野迄个人，伊是咧八是共款，腰也插，把也插。即款的基督徒因真歹经历上帝伫因生命中的恩典，更较毋捌讲伊伫信仰过程中经历生涯奇事啊！拜五的时阵，听五长老娘你讲吼，耶稣真正是真国我的上帝啊！无说过阿门，为什么？我嘛经历过，但是真你也无经历过的时阵，你听伊你讲的时阵，还是个真国我，你会打问号。第18、19、19讲到，以色列人爱照耶和华的命令起身，也照耶和华的命令安营。因为伫旷野这200万人的军队，服从命令是非常的重要。咱知影，莫讲200万人，像咱咧100几个人的时阵，咱拢爱照师会，安尼一步一步来敬拜。遵守同款的命令，才有法度向前行。上帝用分条甲火条带领以色列百姓，分条甲火条是上帝同在的记号啊！这个同在非常的重要。对了，假名的祈祷，牧师真感动，牧师感觉伊真用心。分条甲火条，互咱有上帝保守、看顾、安稳的迄个意思。上帝知影，以色列百姓毋是真明白上帝，甲对埃及作路咧，那带出来1年外的时间，伊哪有可能明白上帝？所以上帝透过分彩，分彩是什么意思？是因目睭看会到的，互因心看会到的，人就是安看会到的，咱是因也共款，看到妈妈较会安心，妈妈无去就哭，互因目睭真清楚看到，什么时阵爱安静，什么时阵爱起身。以色列人其实要做真简单，就是回应上帝的命令。兄弟姊妹，听探命令赢过献祭啊！其实做基督徒真简单，大家拢喜欢先复杂。听探命令赢过最的事工，甚至上帝嘛毋是爱用你1/10奉献，2/10奉献，毋是。咱爱遵守上帝诫命，咱爱有敬畏上帝的心。我那有讲有寡妇的2个小钱。咱来彼此相听，咱真正有听厝边，亲像家己无？以色列200万人，当因愿意顺服上帝命令，无管旷野有偌侪毒蛇、偌侪猛兽，拢无法度来伤害因啊！因因为一路上有上帝甲因同在。2025年真紧的时间已经来到2月份啊！农历的新年也已经要过去。今年大家拢先望蛇年行大运，什么都顺利，什么都好。对21世纪基督徒，上帝甲咱同在的记号，毋是云彩，是上帝独生的囝主耶稣基督，是为咱受十字架的基督啊！
如今的世界依然亲像旷野同款，危机四伏。你伫旷野看到毒蛇，看到猛兽，你会知影，你会惊，你看会到。但是咱即摆的世界，对咱的伤害是咱目睭看袂到的。但是上帝比咱每一个人更加了解咱目前的欠缺，咱的软弱。好消息是上帝袂因为咱的袂顺服，咱过去的袂顺服，就离开咱。如今上帝依然赏赐保惠师，一天24小时，随时来保守咱、提醒咱。好亲像早时上帝透过风潮、火潮，看顾以色列百姓是同款的。兄弟姊妹，旷野虽然是一个危险的所在，但是当咱要去迦南地的时阵，上帝赏赐迄个闹热甲美的所在，咱已经要经过旷野，所以咱要知影，旷野反倒当是一个操练咱信仰的所在。旷野嘛是一个操练咱顺服的所在。旷野，当咱经过旷野的时阵，咱阁要加倍倚靠咱的主耶稣。旷野嘛是互咱操练咱上帝甲咱同在的所在。新的一年，兄弟姊妹，基督徒咱来讲，咱的比喻成为绵羊，我比喻成为狮子。意思是讲吼，咱拢爱需要咱互相，所以咱一定爱同心合意，咱阁爱彼此相听，咱来做伙。较徛伫上帝迄边，毋通徛去世界迄边。咱咧做伙徛伫上帝迄边，也是安尼，咱就会安然来到迦南地，享受上帝为咱所备办丰盛的平安甲喜乐。兄弟姊妹，上帝予咱的平安甲喜乐，是这个世界无法度予咱的。咱同心来祈祷。特别，阮的上帝，伫人生的路站，阮真需要主耶稣的手来扶持阮，来看阮。因为阮常常受这个世上最引诱，迷失了家己。这个世界嘛有真多，互阮想袂到的时阵，对阮的攻击甲伤害伫阮的心中。有时，阮就亲像活伫以色列旷野迄个百姓，阮埋怨上帝。上帝啊，你哪会无听阮的祈祷？上帝啊，你哪会互我拄着这款的代志？愿新的一年，主你的手来扶持众阮所有兄弟姊妹的担，互阮专心专意来跟对你，互阮专心专意来回应你对阮的听。伫军队过程的中间，互阮享受到哪服侍、哪甘甜的滋味。阮安尼同心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回应诗，圣诗456首，圣诗456首。耶稣的手扶持我，会众请起立。温柔条。
请坐。奉献，请书献东港服侍。请起立唱奉献诗。请坐。公道事项，教会异象，成全正圣道，万民该祭司。第一项，愿主耶稣牺牲的疼痛的记号，圣神保惠师的提醒和扶持，互咱勇敢倚靠主的路站。第二项，为着基体卢雪英、陈德明、赖清光、汪林静秀、谢丽慧、陈秀荣、许章美、黄世琪、李碧莲、林以诺、杜昭、李雅娜、陈怡君、杨志坚、沈淑慧、陈丽水、汪倩如、郭仁吉来祈祷。第三项，为台湾无论执政也是在为本身也是政党的前途打算的时阵，拢会当遵守宪法的规定，用智慧来守护台湾，互台湾成做一个自由民主、多元共融的社会。第四项，为着世界上因为国族、宗教等等原因所造成的紧张、冲突、甲战争，求主人民互公义显明。咱同心开声来祈祷。
亲爱的天父，阮满心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的避难所，是阮伫困苦中随时的帮衬。即时，阮特别将教会有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交予你手中，求你用你大权能的手医治因，互因的身体得到复原，心灵得到安慰。无论是鼻痛、虚弱，也是心劳累，求你赏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互因伫你的大爱中得到坚强，经历你奇妙的稳定甲医治，也求你赏赐智慧甲力量，互医生、护士，互因知影安怎来照顾病人，互受苦的兄弟赶紧得到康复。主啊，愿你的光明赶走黑暗，愿你的真理战胜虚假，愿你的平安充满全世界，互阮拢做你和平的使者，伫各地传扬爱、了解甲希望。阮知影这个世界充满无确定，但是阮深深相信你永远坐伫宝座上悬，你的信息永远无变。阮将一切交予你，愿你的慈爱甲稳定临到阮众人，互阮虽然伫艰难中，也要看见你的荣光。即时，咱用主祷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试，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下周圣港事奉团契聚会，请大家注意。教会消息：第一项，2月11号拜二，伫本会召开台北中会中区。台北中会中区是咱教会所属的中会，本区有13位的牧者要参加。第二项，2月15拜六下晡4点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留意。第三，下主日2月16举行基督徒第一摆的圣礼典，请要受洗、更新礼的社会节的兄弟牧师报名，方便安排。嘛，请主内陪产集体备办家己，恭敬领受。第四项，2月16礼拜后要举行基督徒的定期互会，有社会节的陪产会员名单已经公告伫教会的公布栏，请有会籍的会员留意。若有无看到漏交的，请小会欢迎。阁有，若要索取基本的互会手册，也是袂当参加的会员，请伫个1楼柜台登记。第5，2月16下晡，甲2月18，基督教米兰茶会要伫个宜兰举办退休会。有马约翰牧师主理，本堂的2位牧师嘛要前往参加。第6，还未到基督徒爱餐人献的兄弟，请赶紧交予干事。第3、第7，旧年度的11月、12月的财务报表已经公布伫1楼的公布栏，请兄弟参与，关心财务状况。团契消息：2月11号拜五，北中上年部因新器具野外礼拜，地点伫宜兰。嘛要参加的会友，请会长来报名。奉献明细，若有错误的，请财务同工甲干事更正。上营圣诗516首，圣诗516首。即时礼拜将要煞，请会众起立。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帮助甲扶持，甲恁同在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岛闭会。